小哥好，好久不见。对，你看陈雷先生刚够凶的，第一部都是坏的。这一次万人演唱会，真的是来宾真的听说成绩做得很好。而且让我最紧张、最害怕就是之前呢，在还没有演出之前，因为怕说到时候啊，因为听过很多嘛，听说有人办过演唱会，然后常常就是哇，一出来这个 pose 很好，然后穿的大礼服，然后一下阶梯呢，可能不小心就翻了个跟斗。走路的时候对，就翻了跟斗，出糗这样，不然就是怕这个身上啊某些东西掉出来这样子，会担心这样子。酒店上很多东西挂不住的，真的是这样。那还好，这一次唱了20几首歌，然后包括有一些舞蹈、快歌、快舞的部分。哇，是叫熊跳个叫顺的呢哈。大家拢讲，自从大家看到迄个我跳舞，拢感觉我会使走动感。可以走动感？对。真的吗？这个是真的吗？这个我们真的不了解，这要表演一下了。现在怎么表演啊？哇，可以走动感。你刚才介绍咱为哪真忙，一定想要看。对。那你是唱什么歌呢？蒙阿波雅嘎起。没有排练过的，蒙阿波雅嘎起，动感歌后黄雨玲小姐。我们这边已经摇成这样了，你又不唱了？不是，因为排很久，现在突然来。就是有关于情爱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情爱的歌啊，对，他的歌都是情爱的嘛。可是我跟小哥可能比较不适合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谈过恋爱。接早囡啊，艺术没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我来唱一首歌，勾引起一些。真正迄台语歌感情会使灌落去的，请了，真配咧指点。无论是好天也是落雨，你有对我约束，一定再来去。看电影啉咖啡，唔通放飞机，人两个已经是情意断袂离。心心相爱相爱，相爱相爱。哇，还够有哦！我即马拄则迄情形是日本时代拄打开始时阵，查甫拢留迄个海嘎啦有无？拢是安尼哦。都是安尼。那时候的男人，因为台湾在开始的时候，大男人主义很深。男人如果唱歌都是有一点权威的。平常心讲，那几个查甫对一个小姐唱这款的歌啊。太远，他们这个女生特别喜欢那种男人，谁呀？我朋友啊。什么你朋友？好，陈宝莲啊。来这套。我跟你无讲，我来唱一条歌。哎呦，哦，来唱唱。但是我的感觉。有命来，念我走后东西，面笑心悲哀，艰苦无人知。听袂为你将来一切。前途茫茫像大海，流浪的三兄妹，心事谁了解？流浪三兄妹。你看，阮这两兄弟唱歌味道都完全不一样。系啊。我这边嘛，三个人一站，真是流浪三兄妹。小哥，你这样对我唱兄妹，难怪我都找不到对象，都没有人追求我。因为你在我们心目中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女孩子。
哦，这就好像你家里面你养的小狗或什么，你永远没有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你永远感觉不到它长大。别人到你家去，哎，你们家狗怎么长这么大了？这样，猫啊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你现在还发现不出来吗？这不是说这衣服穿毛以后就可以用障眼法来骗人。来一首轻松的歌曲好不好？轻松的好啊，那来。轻轻啊，桑桑的调节。为何你爱着别人？哎呦，够欣赏你，哎，恰恰。那又失去了水准，连歌曲嘛走飘去。啊，心爱迄个人，就不无人。他是创啥？我有我的时代啊，我是日本时代的唱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结果现在唱到这款，煞唱袂落去啊！规群你两个人合唱，啊，有没有？我想个拍一个。叫你唔通离别，别拍起我的，因为的人这久无来好汉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嘛会依。